我们是以大局为重。二当家说了，每年的今天都给你当纪念日。一路走好。哎，干什么的？学外员。 你们是谁呀？这是哪儿啊？这里就是昆仑派，这两位就是我们3圣中的2圣和3圣。看来你们昆仑派过得很艰苦。这头发有好几天没洗，还散发着一股臭味。这衣服那么小还穿着呢啊！要不你们来我这儿，我好好的照顾你们。放肆！敢这么和我老大说话？干嘛对人客人这么凶啊？把刀都放下。你就是至尊宝，哼，斧头帮的帮主。没想到我已经这么有名了。没错，正是在下。所以斧头帮的这个宝藏也是你发现的？没错呀，我走路的时候这宝藏就出来了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有时候人的运气好吧，你想挡也挡不住，你知道吧？我还挺佩服你的，舍身取义，够义。什么意思呀？来，你看看你后面写的，别为难我兄弟，有种杀我。哎，厉害啊！不，等会儿，不可能。我怎么可能会在我自己的背后写字呢？我跟你说，绝对是有人要陷害我。昨天晚上，帮主好酒量啊！来，帮主再来一碗。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当天的情况特别的复杂，我一时半会我也想不清楚到底是谁害我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呢，跟我回斧头帮，查出谁是这个叛徒，我们把他揪出来，到时候宝藏你们自己挑。你是说，让我们跟你回斧头帮，然后呢，把宝藏给我们？没错。你当我傻呀？啊？刚好你现在是一块肥肉，就落到了我们手里。刚好你是被陷害的斧头帮帮主，刚好你又向我们求助，刚好我现在跟你回去，就中了你们的埋伏，是不是？英雄，你想的太多了。你看我这个项目，我是那么聪明的人。别跟他说那么多废话，索性直接让我砍了他啊！咱再去屠了斧头帮。在家靠父，出门靠钱财。等爷爷找人过来，再跟你们算账。怎么样？死了没有啊？帮主被昆仑派的人抬到寨子里去了，估计凶多吉少了。
王家，你在笑吗？没有啊，我好难过啊，帮主。这位大叔，请问斧头帮怎么走啊？你去斧头帮干什么？我去斧头帮干什么？我还得跟你说呀。童颜巨乳啊你！哈，不好意思，童颜白发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昆仑首圣，制霸五岳，五岳之王。总算找着你了呀！对着我干嘛？离我远一点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快告诉我，怎么当这个五岳山的大王啊？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上这个山就是想当山贼大王，谁知道我折腾了半天，却当了个斧头帮帮主。唉，既然在这儿遇到了你，你就告诉我怎么当上大王，要不你就把大王位置让给我。不是让你离我远一点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滚！是。打败我，首圣的位置就是你的。老大，快住手啊！老大，他就是那个有金刚护体的，伤他100，自损800呀！幸亏你及时住手了，要不然连命都没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大，你早说嘛！哎呀，老大，我来迟疑了。韦大爷！这椅子，哦，光头，你说的果然没错，我坐着那铁桶滚下了山，果然就成了帮主。这童颜巨乳也说，只要我打败了他，那我就可以当大王。我打败你了，我现在呢，就是大王了吧？哎，此人变化莫测，再观察观察。他就是狗屎月，我就不信，咱们仨一块儿上，他也能跑得了。金刚护体的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看你们两个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大的亏，不能自己动手了。那谁来？他自己。宝宝兄才能卓越，智力过人，倘若能够统领五岳，实在是我等的荣幸。不过，想要成为五岳之首，还需要过最后一关——七伤拳。七伤拳？七伤拳，整个五岳最顶级的武功，制阴、制毒，与我们无恶不作的身份十分相配。只有能够受住一记七伤拳，才能证明你是五岳山最毒的人。是吗？那这七伤拳痛不痛？当然不痛了。就是这么行事。行事。那行，那你打我一拳。来，给我一拳，你们。
谁敢打你啊？你有金刚护体，万一打你弹回来，那我们不就成盲了？说的也对，但是这怎么办呢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就是有点麻烦。麻烦，麻烦算了，麻烦。其实也没那么麻烦，只要你学会了七伤拳，自己打自己一拳，既完成了任务，也不伤害大家，这岂不是完美？自己打自己一拳。那行，还不快教我？请看好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宝宝兄骨骼奇异，果然是练武的奇才啊！这么难的武功，这么快就学会了？我现在感觉我的浑身充满了力量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七伤拳吗？